Hello，也不是紧。HSKC 波提高，阳光总在风雨后。阳光总在风雨后。哎呀，这呼了，不玩了。风雨嘛，风跟龙门不雨，风多放，轻松，轻松。哎呀，波提溜你也那样轻松不走了。哎，这样。轻松，安对，安呆，爱在哇爱哇了哇，我变多耐了，轻松啊，轻松有谁？海洋跟爱呆去干你了不？而你们去干挪威不轻松不轻松？网球 ，tennis ball，作家，那天，老天个老天，可以打不离，可以个老天啊，作家，那老天，勇敢，勇敢的老米加拜，我勇敢，饼干，卡农呢，我饼干，爱迪生，老师爱迪生，俺们离家走火没有？那快阳了火来了多快了，爱迪生不玩了，勇敢嘛有你啊，快那天有谁了？你作家了，去看了天呀啦，作家，难看。什么是成功？上来没样？成功？你眼中成功的人，你眼中有那大年龄26，你认为他成功的原因？你认为成功是什么样的？商业名人，哎呀，那还太多了，宽你谁想还除了给人那哇商业名人、历史名人，我历史也那不走了，历史巴瓦萨，有巴瓦萨嘛？有那巴拉萨嘛？那个块米谁想算来玩呆了那块明星嘛，块个米谁想个哇明星的嘛？得算来明星哇啦红屏那有哪了哇？身边的人没那么快该嘎走。20岁以下，20到30岁，31到40岁以上，认为的成功的原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特别努力，运气好。其他啊，你们还碰了上来，上来那个长呆，成功那个是什么样的？工作好，家庭幸福，有进步高呢？其他们意义啊，玻璃瓦样的呢？我是不想看。王静和双月聊双月减肥的事情，减肥呀的事情，不聊那个眼了，不还可以对我减肥？
王晶怎么又买了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巧克力跟厌了，巧克力饼干卡农，难道果子很了啊？你怕是关键话饼干啊，烤鸡面包不可干了。难道你不减肥吗？难道那个这边长得不啦？難道那個不大體白的？難道話那咩？佢講就不要減肥還就追我，減了他們佢講你們，佢講老爺還就減了1個月都沒瘦下來，瘦出來呀！我實在沒有信心，框啥嘛我框满仔我信心。如果你想减肥，就得少吃东西，而且嗰個人嚟人民一個而且，但那個話另外的你們而且佢講話啦，你人民來過佢講你啦，那叫個過話啦，但他就話另外嘛不叫過來，而且要多運動。我就是這麼做的，但這1個月下來，我只輕了1公斤。Kilo 1個月太短了，要想減肥成功，只能堅持。嗰個嘢啦，堅持乜樣嘛？不這個嘞，堅持。贏嘛，只能堅持，才會慢慢。只能堅持，佢講你只能佢講只有佢講了，他就贏嘛個勁才會慢慢有效果。效果呀，碰把胎。效果才會有面破感頭。效果，我本來嗰個樣了，已經打算放棄了。本來嘛，那過了去樣，我本來的了你們變了，這個我本來已經打算盤崗放棄嘛，看看不好我放棄。但是你剛才說的話，哈果啊，剛才讓我改變了主意吧，光 kiss 死了我呀！這些餅乾和巧克力送給你了。餅乾啊，你話你得沒了，你說來這個話，那個多音字，過着話，我高興的，可幹了的。得了你了有誰？有些減肥真這樣不很了，就得不買了，就得。得你可講必須啊，搞着動，你得做什麼？你得這樣做那樣做。堅持，放棄主義。李菁和張遠聊張遠的成功經歷。你網球打得真好啊！網球 tennis 網球還得過那麼多，還得過哈那個可講的，得過沒高興，得過那麼多，得過你必須那個得過，你們沒有可以咁樣想慫，
没向上，你那个多音字没向上，本岗娃撇了个不离，离近和长远有谁？平语有谁？我说平语更压抑点，双月离近聊了哇。能送你们有谁？会有啥？有谁？能送上，能送，你们有送的，有俩。才不样快不狠了。买了。你还得过？得你们了好歹了话，去干巴萨了带你得过，不话带呀，那么带嘛必须了。得过那么多国际大奖，每次看你比赛可搞得慷慨。感觉你轻松过哇，轻松去干了就赢了，刹那了，赢，刹那，干成功了，赢，刹那，好了吧？哪里啊？那是你没看到我辛苦练习的一面，练习我辛苦练习的一面，辛苦嘛，怕呀，一面嘛，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功。一面，你看，可以去讲宽亏面送面嘛，绑去讲绑。你有一面是好的，你有一面是不好的。一方面你是好的，另外一方面你不好嘛。宽个面离个面不面离个面嘛，这话了了嘛，这话一面嘛，两面一嘛两面，另一面他这话一嘛，去讲那话了。我从小也对网球感兴趣，但是到现在还是打的不怎么样。你们打得了啊？我们得了，你们去讲。没想能不带没送，这不是要在本个嘞？有谁？但是现在你打你娃会有谁可不走了吗？那是你没，但是打的看见崩了，你的。你知道吗？不管春夏秋冬，我练球从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从来没样个，从来没有，从来不讲不扎特啊！我从来没有按过你会不去骂扎特的。我练球嘛，这练习我练球练习。我看那个练球，哎呀，不玩了。去讲这练习就回来了，练球这样不被比赛，比赛个便利了，变了，竞赛
刚开天卡，刚开卡年好离光，杨部比赛竞赛个改革，这杨部摆改革过嘛，这宁港嘛不，这农本港的话练习，这摆松事，我们年来拍啥人这个练习个的，这里面练球，去讲的这练还样个农本港弄，真是不容易啊！看来我只看到你成功时获得的，获得，没得来呢？获得的鲜花，那个话，只想怂点，得个敢得到，帮那个有谁帮了？帮平用比爱呀，没有你吧？获得没了，是获得的鲜花。上那还叫蹦了这上那在这里我帮看我得么你也得个得啊你个像怂。注意你成功前流下的汗水，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你可讲了，可讲得到。只要你坚持练习，我相信你也会越打越好的。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带啊哈的坚持。网球国际国际没有了，国际杀果轻松赢随便汗你们汗黑没很来，你看看后来个没很来呢，但你冇了汗水嘛，通过了你也不肯汗了，你不？你还记得王红吗？我在报纸上，那是萨那宾啊，不，萨那宾，那视频啊，我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新闻，新闻，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那天我作家们给我了，没谁想，听说他毕业后也做了，放弃了律师的工作，果然了律师我也不热。律师，他妈款，他妈啊不嘛，他妈啊，他那款，他那律师他那款放弃嘛不好了，可以吧？这妈牌这不被他妈了个头放弃了个头。放弃了猪八松，放弃了目标，律师的工作开始流动，专门嘛，还你不还意了？专门塞维拉来了以后，现在我专门喜欢你个的了，不骂牌了，这不说他不挖呢，专门这吧？我现在专门做生意，我专门一心一意做生意，专门做什么？这塞维拉来了不要崩了，写小说给挖了不是？小说，你呀，天你呀，这谁你呀？你呀，帮看个嘛咋谁位？帮看嘛耍大，没想到他竟然成功了，你话竟然赢了，过了不还了不得上来的，了不得成功的，但了你了，竟然成功了。当时他父母和亲戚批诺过不了年了，都不支持他。一赢哇，支持不走了，支持
后边支持应对搞不定对了，可是他坚持个应对，今天我应对你话坚持支持不去讲，那么支持不去讲衰嘛应对坚持那么应骂坚持我应骂你支持我应对坚持嘛，就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主意，坚持自己的立场，支持可以讲衰，可以帮助你，不支持你了。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选择，现在终于该出台向所有人证明哈港，证明了吗？他的证明我们哈港了，保证证明批送了他的选择是正确对的。看来本去讲呢，本话为了自己的理想，理想嘛，替地图送，替地图送，替地提速替地提速，到底提速了，离提速了没？理想我离提速替地提速，有个手。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没了理想嘛，我要离的，杨么咪不好的，可以理想明天有很多钱的这杨么咪，看了这个理想，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一些东西也是值得下来很看，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不可能把咋得到，不代表所有想要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放弃是一种聪明的选择。放弃是只有学会放弃，才能把自己的能力宽撒慢用到最该做的事情上，最后获得成功。偏作家当时可是正确理想，网红网红，难道瓦拉副词加强反问语气，用于肯定反问句，表示否定的意思？用于否定反问句表示肯定的意思。你要我肯定，没要我别否定OK， 肯定否定个话了，肯定否定。大陆嘛肯定明白了，大陆嘛否定不然不否定嘛不大陆知道了吗？讲拖堂弄，讲拖堂弄，否定肯定，那在了那一次，哎呀，开了。买了那在了，肯定对。哎呀，เดี๋ยวนี้เราว่าถ้าใส่ร้านนี้มาอันนี้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อันนี้ปลาย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มา奶奶嘛变了，不奶奶了，变否定，不谈他ใส่了，他们不奶奶嘛ใส่ร้านนี้了变奶奶了。怎么你又买了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难道你不减肥了？佢讲呢？难道ใส่了不减肥了吗？不还就对了？老师也话，老杨减肥的，老话你不买布的意思，老也是。佢讲，难道你不减肥了吗？佢讲老师也话，你应该减肥。
喂，都10点了。Hello 啊，为什么打电话关键话？喂，你几点了？你好，喂，都10点了。对，部门打电话就话喂，本困么不说怕，复杂来的，那不赢了嘛？这个改这个话的，再改就话喂，你不买理啊？都10点了。你话你好个的。嗨，嗨嘛，OK的，养娃的那离过位，对到了改这不欢迎嘛，这话喂，你带啊，都10点了，你怎么还不来？难道你没看短信？我今天有事去不了了，有事很密累，去不了了。难道你没看短信吗？了，刚了送了货款了没嘛？那可绑康嘛不嘛？那不舍啊，那可那本了，那收款了，货款了本了的，那话你没看？难道你们看短信？你们去讲这本了不想去讲呢？你不是2点就出发了吗？难道路上花了2个多小时？你不是2点就出发了吗？难道路上花了2个多小时？那不是那个赶那不舍啊，花了2个多小时嘛？去赶那下来，难道嘛？那可么咪什么嘛？那辆车出了点问题，刚才把车送去修了。对吧？你那个多拿了，不嘛花了2个小时，是车没绑好了，被冰了。OK， 你别再多喝这么多酒了。难道你不怕死吗？对，说来不甜啊！你别再喝这么多酒了。难道你不知道会醉吗？难道你不知道你的胃不好吗？胃嘛嘎不离，难道这不护吗？这护了，又咳嗽了，哎了，难道你又生病了？难道你又感冒了？难道你又喝酒了？你又咳嗽了，他那块了，那紧了那个了，那癌，你说他了，你又咳嗽了，是不是你又喝酒了？这么命了，会不是会躺着，是不是你难道你又去找小姑娘了？你又去哈不烧了？感冒早好了，我咳嗽是因为空气太干，我会话了很，空气干不变，上哪了咳嗽？喂，都10点了，你怎么还不来教室？难道你睡过头了？难道你去讲练快到了10点了？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来上课？个没不？那不走了吗？你让被考红眼的？难道那不走记不得了？难道你记不得了？还是难道你现在还在睡觉？没不？那谁懵了？那样有脑有个不好的。通过可以做介词，表示把人或事物某种手段达到目的。通过讲怕啥了哇？对，可以。我是通过什么样的？通过他认识你，明白吗？或找到对了，对。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对怕呀才能得到。这个节目我一直在看，他介绍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很多以前过了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现在通过他了解了不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现在通过他了解了不少。OK， 我给摆好了。以前没注意到的问题，现在通过他了解了不少。哇呀！以前没有注意的问题，现在通过他了解了不少。以前没注意的问题，现在通过他不买呢，他个的，哎呀，我不是，这本来的了，这货呢，这本了，亏不本了，那我猜对了哇，通过。哎呀，Google 翻译他快你填那个名那个里了，那
会塞你不火啊，你通过没有塞，明白吧？以前没注意的问题，现在通过它 OK， 塞没了，不塞了，这会通过没有？通过也可以做动词，表示某个地方穿过，从一端一侧到另一端的一侧。你们通过嘛？去讲爬摆爬，你倘若你们这样，你摆那么就通过这条路啊，这条通过这条街道，这条街只能步行通过，没了，那我样摆可通过了，把啥那我样走了。动词通过可以表示符合一定标准或达到某种要求啊。你们去讲的通过嘛？去讲这被审，面试考试通过了，趴了。我通过那家公司的面试了，经理对我印象不错。你们面试嘛，被所谓呀嘛，挂了，通过了。他要我明天就正式去上班，挂了我带，明天就去海威啊。人与自然这个节目一直很受欢迎。通过这个节目一直很受欢迎。通过人与自然这个节目一直很受欢迎。通过看这个节目，人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人家了解到了很多关于自然的很多事情。通过，那本啊你们本吐鲁帕里面一个节目，吐鲁帕里面的一个节目哇样电视节目，哇拉雅拉港拉港吐鲁帕拉港啊，这本拉港的人与自然。有 CCTV 里面啊，这是 HSK 啊，说是考试你考得怎么样？我通过了，我通过这次考试了。我没有通过啊，很遗憾。你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您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因为我通过了一些，为什么会这本样要填不呢？因为我通过生活认识到了，他不劳不呵护啊，这本书要叫家样，写一本关于什么男的什么叫家样的话，你讲我通过，你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通过我这几年的观察，通过我的工作经历，所以我我觉得有必要把它写下来，把我的经历通过和经过的不可讲了。我相同的两者都把人和事物作为某种手段达到某种目的。通过和经过大家的努力，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通过和的经过和的，那我去讲的对，会话对拍呀呢。不可讲嘛，通过是介词，经过是动词。本样为介词，本样为动词，动词嘛，框啥嘛可以画不？框干嘛可以画的？介词可以画成了，但是介词嘛，去讲怕啥？按给我 preposition 啊 ，PRLP 啊 ，preposition 啊 ，pre 嘛，老世界看难没不？通过这件事，通过学习，通过的经过嘛。世界动词在某意义上通过了强调手段方法，经过强调事情的过程。那我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嘛，我通过世界的活动，这次活动嘛，看难，通过这次活动引起大家的兴趣，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公司。但是经过一次次失败啊，你失败嘛，啥啦弄写。经过慢慢弄写了我动词，他终于成功了。两者做动词时，通过表示从某个地方穿过，而你们介词给大家来两边框，通过两边框干嘛给它动词给它，从这一端到另一侧，到另一端和另一侧，经过表示途经，
某地没有穿过的意思，那我通过嘛，去讲你ไป了没吧？对了，我经过嘛，经过嘛，去讲你มี样จะไปกา了，不没去讲你，上来去讲你的话嘛，对，这里正在修路，汽车无法通过，明白？那我ทางนี้就也朋友不还จะไป不还จะไปก็ได้เดียวเรา也朋我正好经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经过这儿嘛，去讲就帮助有你嘛，เราไกลกาเจ้าได้เรา不没要帮助嘛，经过这儿，เรา没非要，不没要当在要帮你，对，经过这儿个，ไม่พา了个ได้的。经过还可以做名词，表示事情发生的过程。通过没有这个用法了，我经过做名词给他的。小王把事情的经过，经过嘛，去讲过海了嘛吧，没lö高了，然后你把你以前的事情的经过去讲你，告诉我不那可以，原来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没关系，但是你不能说，你找不到话，小王把事情的通过告诉我，我没有你话了。OK。然后通过的经过的这次调查，我们发现客人住宾馆最关心的是干净不干净。这是保修卡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通过上面的电话联系我们，不是经过啊。我不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你可以给我你们看哪？谁的对这不们看哪里不买啊？你问问其他人吧。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经过这段时间的汉语水平提高了。通过我们的世界康南，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算了不使去讲的嘛，了不使的宽话阳明宽话的啊。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通过算了的，这要挖特嘛，可能有些人。通过节食的方法来减肥，虽然有效，但是时间长了对身体没有好处。你给我通过经过节食的方法，你不哇？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可以看看我的经过不哇？就通过画面都可以挖了，大家填课嘛，看看把用挖的。可是我可以挖了，可是看对挖，却可是连词用在副句的后尾分句表示转折，它转折嘛就对挖了。前句常有虽然跟它搭配。你怎么又想换工作了？这儿的收入不是挺高吗？虽然明白收入高，可是虽然有干呢。收入高很等怂，还算来得话，经常有加班，那不要加班，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小时候大家都说我很像妈，尤其是性格，可是长大后，他们说我更像爸爸。当时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支持他，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选择，现在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可是 ，OK， 他虽然写的比较慢，那甜沙沙，可是他写的很好嘛，写的漂亮的，写出来的字比较漂亮的。你为什么不喜欢小王？他不是挺诚实的吗？可是他不喜欢我，我约了几个同学星期六上午去打网球，你也去吧。可是下午我还有课要上啊，我还要上课，下午别人约我了，可是对我那哎呀，把手大浪课文。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去干，咪家人还不一样。
去做，不要担心。担心会去搞往担心，不要搞往结果的话，不结果碰不走了，结果等下效果搞错，哎呀，不要担心碰等下结果，不要考虑不同题会不会失败，弄些失败可以话弄些失败哦，失败看弄狂弄来弄啊，狂弄你妈嘿，安尼狂弄来我来嘿，看你不傻嘛个来了，失败不，有时太看重个。这本来的本上看我看重嘛，重不重要？看重本来的上看我看重，有时太看重结果，看下代结果，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各个样的烦恼，拍照起来再后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有那么个注意力在晒了哇！佢話注意那個後在晒，用心態話後在晒。OK， 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過程上，過程嘛係為呢樣嘛，佢講你話過程，一個過程，為啦你過係為呀呢，為啦貼係為呀貼，白晒了那話過程，只要你會在做，你在做的過程中發現解決問題的快樂。就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改不了的，其他任何东西嘛，哎呀，样个的一样的改不了的嘛，还找不到了。即使嘛，看看太麦娃关样了，尽管看看太麦娃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来诺娃，至少我们至少。哦，至少哎，有了米了那个了白啊，至少是吧？养内啊，养内至少，因为至少养内这帕丫丫了，这带帕丫丫了，已经努力过，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哇，总结菩萨路了，总结从有用的经验，把松干嘛把过验了，而特不经验。把松干特点啊，有了这些积累吧，成功自然，他们沙拉离我们越来越近。该嘎不好了，成功自然，他们沙该嘎成功沙上来，有了这些积累可以给我了积累嘛，米能米松米来了嘛，有那么讲了，本来了嘛，积累经验，完了。积累，甲沙松，港沙松，积累港沙松、巴沙松，积累经验。你睇话，每个人你勇敢，结果，失败，过程，至少，
总结。每个人都希望成功，可是很多时候在成功之前会遇到很多困难。在什么之前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归我来头不挖了，而有些人遇到困难却想办法解决它。对困难的态度，无聊你也了的可以不这态度怕啥了玩意，态度不同，态度塔萨那康定没来，塔萨康那康定，结果也是不一样。而你塔萨那萨定不可讲个结果我也碰下带哇，碰下带个不可讲。结果碰下带，对的。爱迪生就是在找到了3000种材料后，才找到了能点亮电灯的材料。材料啊，杨格瓦材料的材料。苏巴公钢材料啊，这边得靠这个呀，没材料，这还养个呀材料，那我材料，得不懂话啊，爬羊，生羊，他们话材料。取得成功的人，取得个代啊，往往不留的眼了，往往别不过了，都经历个爬，去讲通过了，那经历过，与他们刚刚去讲的许多失败，他们和普通人看他们大话，普通人的区别我不去讲，我去讲了差别，差别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这话你们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都坚持下来，所以坚持为引义哇，要不这应对啊，就算只有1%的希望，就算嘛去讲，尽管他们话即使那一样了，他们话就算只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做出100%的努力。困难只是暂时的，没快乐话暂时那是暂时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只有我们勇敢的面对困难，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去经历许多区别，暂时面对结果可以做名词，表示事情发展达到最后的状态。小张这份计划书写得很不错，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做市场调查吧。下个月把调查结果交上来。调查结果，破下带调查个话来头了不这个，调查被刮了，他把可能话调查结果交上来，交作业这个糊了嘛？阿长还非要帮嘛？我你还蒙还老嘛？还老那我交算来嘛？那样还阿长宽不上炕还宽上炕还好难我交。当那个呀，就熬了样屁了那个呀，还就交给他。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的去做，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结果也可以做连词，表示因果关系，用在复句的后一个分句，表示前一个分句所的情况最后出现了什么结果。那话你们地多巴用松啊，有妻子想减肥，所以他每天早上都去骑马，结果马竟然在1个月之内瘦了20斤，结果嘛地多呢了哇，他们来叫价嘛，还你还来养嘛没养，
不哈带嘛，结果是怎么了？回马走来短了，结果竟然不喜欢我，结果你真的你也喜欢我了，回哈子短了，结果你也喜欢我了，结果你竟然不喜欢我的。有些人按说差不多，例如满天的工作都是完成的差不多，结果积累下来就变成差很多了，差了可以话不去讲来了，你差不多嘛不去讲耐呀，算了他去讲了对，那话他土么话不去讲不变样耐也不去讲，短了话不去讲来了，就差很多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成功都是努力的结果，成功都是辛苦工作的结果，成功都是日积累月的结果。昨天晚上我一直工作很晚才睡，结果呢，今天早上就想睡觉，今天晚上起不来，结果今天上班迟到了。昨天的面试，明天或者后天吧，咱们会打电话通知。昨天的面试结果是什么？对不对？昨天的面试结果是什么样？昨天的面试结果我通过了吗？那完了，多拿了，明天或后天啊，他们会打电话通知啊。结果是没来了，明天或者上那个话来了也来了，不然那样表示达到够一定数量和程度的意思，后面长跟表示数量的宾语。这个城市的地铁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上百年那个货了马货了，已经到100年的历史了，给大家已经上百年的，但你上去讲不买上百年算来干嘛？好耐能那个样爬带的超过个上百年，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高中学生，那个达到嘛成千，係話，但係成千上萬，美國咁講就話成千到萬。快嘛貨的不話去看啦，就話成千上萬的高中畢業生來參加藝術考試，藝術嘅演了個微不這，哎呀，藝術升喇叭，藝術送誰升喇叭？参加考，爱迪生就是在找了上千种材料后才找到了能点亮电灯的材料。哦，材料，我可以看你把用个不里是材料来的。爱迪生就找了上千种材料后才找到能点亮电灯的个材料，不懂啥那个材料。好吧，完成句子。这件事情发生在1914年。这件事情发生在1914年，是上个世纪了，给大家。对，但你们不要话上个世纪了，呀，已经有这件事情发生在1914年，到现在已经有，现在是2020年了嘛？亚米高斯不好高斯不好哇！106年了的。现在已经有上百年了，到现在已经是上百年了，米好耐呀，明白吧？上那米上百年的历史了，已经有上百年了。你乐了隔坑哟呢？这张本来值3毛钱的旧
报纸可以卖出200-300元的高价。这张本来值2-3毛钱的旧报纸可以卖出200-300元的高价，这是要玩呀！赚了300元，200-300元的，赚了300元，了行下底300元的话，那过了是了2-3毛钱，2-3毛钱去讲0.3元啊，得了你了开在头在200-300元了，对吧？你便宜嘛，300元了赚的。这个电影很有名。我老是要玩这个电影很有名，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那个米火落叶了啊，不护的，这我300来的，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啊的，这3年成千上万个的，快来背本，有上千人看，上万人，上成千上万里广，会个上万的个多一点。OK， 我住的地方离地铁站呢，沙滩梯落快带顶有点远，走路至少有3分钟以内，至少。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暂时嘛，不嘛，为了不带太短，我暂时的。可以马照暂时的，我那可以不马了，可以模拟马照试试。我越南会啊，马不啊，暂时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爱和喜欢有什么区别？与谁不可讲？我认为爱比喜欢的感情更深。买了么哈嘛？我干嘛呀？其实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了，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因为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减肥不只是为了瘦，更是为了健康。正确的减肥办法是按时吃饭，多吃水果，多运动，而不是饿肚子。师傅，麻烦你快点行吧？您快点行吧？我的，没办法，那个话是动，我得在9点之前到大使馆，不用担心，保证可以给我了哈巴讲，保证按时摊位啦，把安宁送到。你哥不是说3点到吗？都过去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出来？他还得去，那个得啊，他还得去取行李箱，那个得呀，想去干呢，我得在9点前。你别担心，我打个电话问我外面热吗？你怎么满头大汗？电梯会了，我爬楼梯上来的。你考虑清楚了，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不好了，此机会是的，我妈妈身体不太好，我决定留下来照顾她。你研究生考试考得怎么样？数学考得不太理想，本来你可以跟胡老师要玩理想 ，OK。为啥理想嘛，可能不太理想哇，不好啊。会话数学跟原来的不这个数学。
康尼拉，康尼拉，卡利拉，康尼拉，数学嘛，这送了送什么呢？觉得怎么样？不太理想嘛，不好。但不太理想嘛，佢讲做下面學識白啊，這些個大點嘛。但他做下話理想嘛，咪白色高高色，佢話你分數呢，扛累嘛咪100的話，你理不太理想，不太理想，不买很差，对，不买理來啊。如果結果效果，如果嘛，他ว่า假如结果会给ว่า了得เพื่อหาได้结果มันก็ว่า来了效果嘛，效果嘛没有，哎，啥么不理了效果，เพื่อหาท不嘎ท。现在朋友之间流行发各种幽默短信，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快乐。但是如果同样的短信你收到了3、4遍，在幽默的短信你也笑不出来了。没有你的帮助，我肯定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真是太谢谢你了。你太客气了，不挖了我挖。做事情不要一开始就考虑过多，会不会很难？结果做事情不要考虑会不会很难，结果会怎么样？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要勇敢的去做，只有去做，一切才有可能。春天天气时冷时热，容易感冒，医生提醒人们要注意室内空气质量。早上起床后应该打开窗户换换空气。如果感冒了，要及时去医院。水果减肥法是指通过每天只吃水果而不再吃别的东西来减肥的一种方法。这样减肥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不敢拖，却很不健康。双人活动、小组活动 culture 成功的秘诀，这个秘密 VT 不还关乎啊？我秘诀。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它告诉我们，要想成功，必须从小事做起，并且懂得坚持。世间最容易的事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说它容易是因为只有愿意去做，人人能做到；说它难是因为真正能做到的终究只是少数人。成功在于坚持，这是一个并不神秘的秘诀。如果在努力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也不要放弃。哎呀，我可不挖了成功的秘诀。成功上类秘诀 VT 对 VT 不还关乎那我秘诀，不们不听还乎的那 VT 没不没去讲的成功的秘诀，挖没去讲的挖了，拍个呀成功的没方法的秘诀。OK， 我们也欢迎了，拜拜。